神嘅祝福與個人幸運嘅區別。幸運通常被認為一種偶然，係正面嘅結果，冇明確嘅原因或者控制者，可能係隨機事發嚟嘅好運，例如喺某一個關鍵時刻揾到車位，意外避過一場災劫，或者無意中遇到一個好嘅機會。幸運嘅特點係佢唔一定會跟個人嘅努力或者信仰有關，而係生活中不可預測嘅一部分。好多人會話今日我好幸運，呢個通常係對某種意外好事嘅感嘆。幸運被視為一個偶然嘅機會或者係運氣，冇定嘅來源，被認為係隨機發生，冇特別嘅目的或者意義。相信幸運嘅人可能會依靠碰一碰運氣或者機緣，甚至找尋風水、星座等等嚟到改變命運。相信幸運嘅人喺困境當中可能會怨天尤人，認為運氣唔好。運氣被視為短暫而不可預測嘅，通常被視為個人嘅利益嘅偶然獲得，被視為隨機，係冇目的偶然嘅事情。但係神嘅祝福係將人帶到與佢親密中嘅關係，使人經歷到神嘅恩典同埋平安，並且成為佢祝福他人嘅管道。雖然呢個可能包括物質上嘅好處，但係最終嘅焦點係屬靈嘅福分同埋永恆嘅獎賞。神嘅祝福係由於創造宇宙萬物嘅真神，係有意識嘅賜予。神嘅祝福係出於愛同埋恩典，係我哋唔配得到仍然獲得嘅好處。相信神祝福嘅人會認識神、依靠神、順服神，並將成功嘅榮耀歸俾神。相信神祝福嘅人喺困境當中會尋求神嘅幫助，相信萬事互相效力，唔會怨天尤人。神嘅祝福係持續嘅，聖經提到賜福呢兩個字嘅關係嘅詞語出現數百次。神嘅祝福係有意思，係有目的，係持續性嘅祝福。神嘅祝福係旨在榮耀神並造福他人。選擇相信神祝福嘅，可以帶嚟更積極有意義嘅人生。喺箴言第3章指嘅係敬畏神、遵從神嘅旨意所獲得嘅洞悉同埋判斷嘅力量，佢能夠帶俾我哋有生命、福樂同埋平安。我哋唔應該依靠自己有限嘅，而係尋求珍貴從神而嚟嘅知識嘅智慧，因為佢比世上嘅財富更有價值。進行神嘅旨意所獲得嘅，喺呢個箴言第3章有5個祝福，就係長壽與平安。在神面前我哋蒙恩，有聰明，神必指引我哋嘅道路，我哋嘅身體健康，生活富足係不會缺乏。讓我哋一齊祈禱。創天造地嘅主，我哋要嚟依靠你。雖然世上好多嘅引誘，讓我哋偏離你嘅道路，感謝你對我哋不離不棄。多謝你為我哋預備如此豐盛嘅人生。我求主幫助我哋喺行走你嘅旨意當中，蒙你嘅恩寵同埋保護，活出豐盛嘅人生。我哋感恩禱告，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